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31日，箴言17章22節安尼講：歡喜的心是好藥，憂傷的心互骨孤單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用歡喜的心來面對生命中的處境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至權、至尊、至聖的全能上帝。願滿心感謝甲學樂你，主啊，你是創造天地萬物、掌管宇宙萬民的獨一真神。你是古早、現在、直到永遠，永無改變的活命主。主啊，你的慈愛遠過諸天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代，你的恩典日日換新，你的憐憫永無煞。主啊，求你將屬天的喜樂充滿阮的心，互阮無因為眼前的困境來失去信心，也無因為短暫的挫折來憂傷埋怨，互阮無對你失去信心甲仰望。求你找信心來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凡事仰望你，用歡喜的心來得幫讚，無互憂傷的心神來傷害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